耶和华啊，你用恩惠款待你的百姓，求你也用这纪念我，用你的救恩临到我，互我看见你敬的百姓的福气，欢喜你的国的快乐，甲你产业三甲荣光。世间情人拢着恬情，虔诚徛伫伊面前。如滴看入世间俗事，逐项阮得伊受损。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敬天。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学了咱的上帝。圣诗171首，圣徒自集至圣殿，哈利路亚！学了上帝大恩显，哈利路亚！天使为伊宝座，哈利路亚！为伊仁爱同学了，哈利路亚！咱三角来吟全首。圣徒自集至圣殿，哈利路亚！天使为伊宝座，哈利路亚！天使为伊宝座，哈利路亚！为我们做人，哈利路亚！为天高地地高地，哈利路亚！天地海高高世界，哈利路亚！天比海高高时代，哈利路亚！主是要主的人，哈利路亚！你的手在大慈悲，哈利路亚！感谢充满各样美，哈利路亚！一切圣洁来世间，哈利路亚！感恩修可拯救难，哈利路亚！心带欢喜手带甜，哈利路亚！感谢厚爱做下音，哈利路亚！当心天天来赛走，哈利路亚！乐意当真归处，哈利路亚！这是咱来用使用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
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的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36篇，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心内丧香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咬喙打行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巴；怜悯人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怜悯；清气心肝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看见上帝；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的囝；为着伊捌受困局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为着我人遮谄媚恁、困局恁、诽谤恁万项的歹，恁就有福气。着欢喜快乐，因为恁伫天里的报酬是大。因为恁以前的先知人也安尼困着因。这是咱搁三个来吟圣诗，圣诗454首。我学了天父，差遣圣囝降世，就是耶稣替我死，担过我就天。福气权能荣光归主，是我心所愿。福气权能荣光归主，直到永远。请咱做伙吟全首。是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至尊至权，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深深感谢你。虽然阮真久无甲主内兄弟组织伫遮敬拜你，但是阮知，就算是伫网络顶的聚会，只要以你的名组织，你就伫阮的中间。阮犹原迫切祈祷，互阮早一天来远离病毒，恢复正常的生活、工作甲聚会。虽然台湾伫即2个月受到病毒的吞打，但总是安尼艰难的时刻，
更加会使发现，原来台湾伫世界有遮尔侪愿意斗相共的朋友。台湾的企业家嘛是对即块土地充满着疼。伫世间普遍还佫欠缺疫苗的时阵，愿意为着台湾人民来捐疫苗。虽然有真侪人会认为这一切是因为政治的计算，但是阮依然相信，这世间充满着疼，因为世界性的患难发生的时阵，台湾嘛愿意甲世界来分享翠暗。上帝大权能伫即个疼内底彰显。当前的无应该怀疑企业捐赠疫苗是有歹心思。知影的嘛，毋通甲接受捐赠来当作乞食，因为阮相信这一切捐赠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阮爱更加彼此相疼，对抗凶恶的病毒。日子虽茫艰难，阮嘛是较无用任何的形式来得到满满的稳定。虽然阮还佫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使彼此见面。但是透过上帝透过网络，透过庄牧师的讲道，继续激励着阮，安慰着阮，装备着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有个就是渡去世间的罪，使我平安。这是咱三角来强守上帝的话。咱首先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旧约圣经诗篇第8篇第1节甲第8节。诗篇第8篇第1节：耶和华，阮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你因为你的对德的缘故，对婴甲食冷的喙建立能力，要互对德甲报怨的竞争。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造的，甲你所排列的月甲星，世间人是啥物？你赦念伊；人的囝是啥物？你眷顾伊。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搁想使伊荣光尊贵做冕旒。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造的，下万米伫伊的骹下，就是一切羊甲牛、山野的走兽、天中的鸟、海内鱼，甲见若经过海里的芦苇，拢下伫伊的骹下。咱搁来看一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圣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日以美妙的光下的好德。以上，正道题目是：伊看咱最宝贵。咱请庄牧师。
所听兄弟大家平安。愿望真紧到月底，咱就会通相见面，做伙亲睦，做伙礼拜。已经足足2个月，互咱有真多的学习。愿天父上帝通过今仔日的礼拜，也互咱明白一项：无论伫什么种的情景，咱的天父上帝拢甲咱放伫伊的手中。亲像牧师今仔日所送互咱这张相片，咱是上帝的宝贝，伊甲咱捧伫伊的手，做伊荣耀的冕旒，嘛做伊心肝宝贝。耶稣听你，咱做伙来祈祷。万权能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做伙聚集，阮伫空中、伫网络、伫心灵中来祈祷。无论伫什么所在，主你的圣神就甲阮同在。感谢你，互阮虽然2个月无啥见面，但是阮好亲像有一条看袂到的慈神爱索，就是主你的疼的手，甲阮围垒做伙。我嘛感谢上帝，你互阮的囡仔无伫这段时间，因受到冲击，失迷因头前的道路。我嘛感谢上帝，你互阮的囡仔伫礼拜进前，会通甲陈牧师做伙伫网络顶悬来亲像主日学，做伙读今仔日礼拜所要共读的圣经。至圣的天父上帝，愿用祈祷的心恳求上帝，你的圣神即时降临伫阮的中间，将你的慈爱，因为你的疼较赢过一切的大道理。主啊，求你用你的疼来医治阮，求你用你的疼来坚固造就阮。愿将阮的心门，阮拍开，求天父上帝对阮讲话，互阮会当亲像大笔甲彼得，今仔日个圣经的作者，因会当伫你的面前，因为看见你的慈爱，因就有新的生命的觉醒。主啊，求你将这种生命的智慧、灵魂的觉醒，赏赐互讲会甲听的。愿伫你的面前恭敬来听候，愿主你对阮讲话，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有真侪灵修的老师，就是咱的信仰的前辈甲长辈，因好有看见这个世代人的欠缺，因看见伫21世纪要来临，人活伫一个充满竞争、充满追求成就感的这种的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内底，总是有真侪人感觉无可奈何，因感觉因对人袂着，所以因失去因自我的肯定。失去人生活伫咱人生中间，迄个有价值、迄种的甜蜜的感觉。人生活伫这个世间，拢需要有成就感，因为通过成就，咱会感觉咱的生命无浪费。咱活伫这个世间是有价值的。总是无论有偌认悬的学历的人，因有哪有缘有这种的软弱，因会感觉永远无够格，所以多数的人拢感觉。我是一个无路用的人，我是一个讲话嘛无人要听的人。啊，伫这个世间，伫我的家庭，伫我的班上，伫我的公司，我好像就是一个隐形人，有也好，无也好。所听兄弟姊妹，毋通安尼对咱讲。无论你是毋是有今仔日这种这个属灵的老师，伊咧提醒咱讲，毋通失落上帝所赏赐你迄个价值、迄个宝贝、自我的信心。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咱重新来起做，因为上帝的疼踮伫咱的内底，咱感觉咱是上帝的宝贝，也因为这份的疼，互咱重新有一种的觉醒。咱讲，既然耶稣遮尔疼我，我要学习怎样疼我家己，因为伫人生中间，每一个人拢需要互人肯定，伊拢需要有互人鼓励，拢需要有得到满足。迄种的价值，所听兄弟姊妹，愿主耶稣基督将你的疼放伫你的心内，互咱知影，咱毋免用咱的成就来讨好上帝，咱毋免用咱的成就来甲上帝证明讲，我是一个有价值、上帝你甲我祝福的人。上帝听咱毋是因为咱用伊证明，咱有偌有智慧，咱偌有成就，毋是。上帝听咱是只有一个真单纯的原因，因为伊创造咱，咱的上帝是咱的天父。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
常常提起咱家己讲，无论我怎样，我拢是上帝的宝贝。兄弟姊妹嘛，互牧师甲恁祝福，甲恁提醒，你爱用上帝的听，互你的囡仔感觉伊是一个有价值的囡仔。因有一个因在囡仔因伫外面伫功课伫学校充满竞争，咱有意无意中间，咱有提出咱的要求，咱拢爱要求伊搁较好。咱看伊的考卷，咱会甲讲，连这么简单你也袂晓。所以兄弟姊妹，对囡仔提出要求是对，但是愿咱带因进入伫上帝的听的内底，互因亲像今仔日的大笔，伊讲我夜目看你所做的日月星辰，我就问我家己是甚么人？一个人伫上帝的听的内面，一个人当面对上帝的权能的时，伊发现伊存在的价值。这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对心中真期待的代祷，嘛邀请恁的家庭，包括你，包括恁的囡仔，咱来到上帝的面前，伫上帝的听的内底，重新得到满足。咱伫上帝的荣耀权能的中间，重新看到咱家己，毋是看到一个家己将来自私的梦想，乃是看到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有伊尊贵的祝福。所以，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用伊的话来教示咱。愿今仔日的礼拜，愿今仔所读的圣经会当帮助兄弟姊妹咱明白。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这句话真宝贝。咱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的目的，是为着要互上帝听，去一摆充满咱。所以圣经讲，其中所存在的现今所存在的是信心、仰望、仁爱，但是其中上大的就是仁爱。无论咱外口讲道，无论咱外口讲道理，咱的囡仔真少因为这个道理来建立一个完全成熟的生命。但是当咱的囡仔甲咱做伙来享受上帝无保留的祝福甲慈爱时，咱的囡仔要成做一个有信心、无容易互惊着，嘛无自卑感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伊的面前做伙的这礼拜，今仔日咱明白一项事。咱台湾人有一讲俗语，咱学了咱的囡仔、查某囝，咱学了朋友的查某囝，咱家讲过千金，你的千金，意思就是查某囝是千金，那安尼后生就万金嘛。也这毋是用安尼，伊的意思是无论后生，无论查某囝，拢是贵重的，拢是宝贝。但是兄弟姊妹，这种的客气的话，这种礼貌的话，这种的祝福的话，拢无够也亲像圣经的话会当帮助咱知影，咱伫上帝的手中比千金万金较宝贝。当然，圣经内底有一个譬如，耶稣讲，恁中间有人是1000的财情，有的人是2000的财情，有的人是5000的财情。但是无论1000、2000、5000，伫上帝的目睭看，拢是同款。最要紧是伊的态度。伊内心的态度，自我了解。我是1000的，还是2000的，还是5000？毋是上帝互人无公平，是人伫家己内心自我对家己的认识。我是有几两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到主施恩宝座前，咱伫圣经的话内底得到智慧。今仔日的圣经是所有的经文内底咧鼓励人对自我存在价值观念的认识，其中的两小段那定，但是这两小段中间咧讲，其实信仰中间两个真有智慧的信仰的前辈，一个就是大笔，一个就是彼得。所以伫诗篇这篇兄弟姊妹，带你的囡仔甲背起来，第1节到第9节，带你的囡仔甲背起来。就算做你无法度一字拢无定当，甲伊背较完整，上起码你爱将整个这段诗篇，甲伊放伫你的心内，当作你的习惯，当作你的观念，因为这就是宇宙观甲人生观上好的写照的圣经的经文。我阁讲一摆，诗篇第8篇是一个上重要，伫圣经内底咧提起宇宙观甲人生观一个真要紧的经文的记载。就是大笔，原来伫今仔日的圣经，咱像着大笔甲彼得，
这两段圣经有一个共一种的主题，就是伊忽然问家己讲：我是什么人？哦，上帝啊，你竟然遮尔听我！这两个人拢有共这种的信仰的一个超越觉醒甲认识。我是什么人？忽然甲上帝面对面一段时间了后，参透明白上帝相信伫人的内心做工。伊忽然亲像浪子，伊讲：我敢毋是我老爸的宝贝囝吗？所以弟兄姊妹，愿主的圣神即时光照你，互你亲近知影讲，耶稣完全无保留听你。也愿咱甲耶稣讲：主啊，你竟然遮尔听我，所以我嘛要学习珍惜听我家己。我要学习成做一个珍惜上帝你所赏赐我宝贝活命的基督徒。基督徒的活命毋是凊彩，基督徒的身份嘛毋是凊彩，我的人生嘛毋是凊彩。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今仔日你若会当静静常常搁一摆搁一摆，将诗篇第8篇读搁再读。这个经文真简单，就亲像你暗时你出去伫外面咧散步。咧慢跑、慢走，伫咧慢慢咧行的时，如果迄日若是一个真好天，你会看到天顶的星，好像天顶的星闪闪烁烁咧对你讲话，代表就这种的情景。伫旷野咧饲羊的时阵，伊忽然倒伫草坡，暗时，伊目睭天开，看到天顶的一挂星星，伊就写出今仔日的诗篇。伊讲：我举目。看你所做的天，你所摆列的二过星星，我忽然有一个想法：伫这个天地中间，我是什么人？而且你感觉有这种的经验？其实我虽然无代表的智慧，伫我初中要联考的最后进入压力迄个暗暝，上帝予我有一日发现，阮兜的厝尾顶迄个厝尾顶的下坪的顶悬。是我伫压力中间，常常爱偷偷爬去伫迄个2楼尾迄个厝顶的顶悬，我倒伫迄个所在，做野生进入压力，册读袂落，我就倒伫迄个中间，互暗时的风安静。我忽然发现讲，我看到的天，好亲像是无穷尽。你若安静，你甲看，你会发现一粒星的后壁，还有一粒星。一粒星的后壁可能还有一粒星，无限的。伫迄个中间，你会忽然的感觉讲：浩瀚星河中，人算什么？这是我的体会。然后通过代表的诗篇，我才发现讲，代表这个诗篇，邀请咱面对这个伟大的上帝，伊是一个无限无穷尽。所以，当咱来看二过星星的时，咱是咧看见迄个无限的上帝、荣耀的上帝。愿主的圣神将同一种的感动放伫你的心内。你甲家己讲：我是什么人？何等何能？何德何能？我会当称上帝做我的阿爸天父。何德何能？我敢甲上帝讨讲：主啊，你大大祝福我。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上帝家己应允，伊要做咱的天顶的上帝，天顶的阿爸天父。所以兄弟姊妹，用代表的祈祷，咱伫咱的心中安尼学习讲：耶和华我的主啊，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这是今仔日的诗篇的最后一句话，诗篇第8篇的最后一句话。伊看见这个宇宙的中间。伊发现伫即个草坪咧过样的小小的过样的囡仔，代表我算什么？所以伫迄个中间，伊忽然就亲像咱咧写诗的时咧讲，浩瀚星河中，人的渺小。所以伫面对上帝，咱就会发现咱的困扰、咱的问题、咱的惊吓、咱的愿望，原来甲即个天地三比，有时。是一点点啊，都未比的。但是愿天父上帝今仔日用伊的话，将伊的能力放伫咱的中间。因为今仔日毋是一个感慨尔，因为今仔日是伫感慨中间谦卑降服，然后伊看见
上帝伫伊生命中间有一个计划，所以讲上帝啊，你是安怎互我比天使利亚较输一点点啊？意思就是仅次于天使，比天使利亚较输，就是讲伫天顶上帝上悬，后来上帝创造灵界天使，人类伫地上是粗俗的，但是上帝因为伊的祝福，要互咱仅次于天使的荣耀、尊贵跟权柄。所以你姊妹相信，咱伫上帝面前来领受这种尊贵的画面。所以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大笔同款，咱通过圣神的帮助，因为这种的道理毋是敢若大笔得到，这种的道理伫万世代上帝所温重，每一个谦卑伫伊面前祈祷的人，拢要参透。所以保罗嘛同款，伊讲上帝伫历世代、万世代所温重的奥妙，伊为着听伊的人所有备的。就是要伫圣神的帮助内底参透上帝的计划甲伊的有备。阿们。愿每一个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来到主的面前，咱找到上帝听咱的理由。代表讲，世间人算什么？是啊，咱算什么？咱的家族算什么？但是若有上帝，咱的家族要一代比一代更加敬虔。一代比一代更较互上帝阳光来充满，所以大笔最后伊安尼讲：耶和华你是至高的上帝，你设立我，你将万米放伫我的脚下，你设立我做你的管家。意思就是我只有是奴仆，上帝是创造者，但是我有机会参与伫上帝伟大作为。这个各样的囡仔后来甲上帝同工。来管理以色列这个国家，代表是一个各样的囡仔，但是伊竟然真侪上帝王国、以色列人的王国中间一个真重要的管理者，英明的国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唔免迷茫要做国王，但是咱会通迷茫讲，上帝我伫你的计划中间，互你使用。愿伫咱伫主的面前来读。伫圣神的帮助内底来读，另外一段圣经记载伫1000年后，代表以后的1000年后的彼得当耶稣上天了后，伊常常真做一个固守正教会、坚固兄弟姊妹一个信仰的老爸，所以伊将上帝予伊的感动讲互伊的囡仔听。伊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安尼。鼓励所有的基督徒，伊讲：恁是受拣选的族群，是王，是祭司，是上帝圣洁国度的百姓。兄弟姊妹，一句，用心想，什么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群？上帝是所有的台湾人中间拣选阮的家庭，上帝伫德东乡中间拣选阮做基督徒。所有人拢知影，对几号因是信耶稣，因是得当教会的人。上帝的拣选毋是偶然，上帝的拣选就亲像耶稣设立的圣餐，伊高举向天祝谢，然后伊要被破，后来要五底饼两尾鱼，互5000个人得到食饱。所以兄弟姊妹，上帝拣选了，上帝要高举咱。上帝要甲咱的生命祝圣祝福，上帝要用主耶稣基督的权能的手，甲咱掰开，从咱享受这个世间，互侪人因为咱来看见上帝，互侪人因为咱来担着上帝恩典的滋味。昨古用一个未信者的家庭会告别式，伫告别式了后，主人家就是失去太太的这个丈夫，伊摕一个红包，伊讲无事感谢你，兄弟姊妹，我代替咱教会甲伊讲，无论有熟悉无熟悉，所有人伫伊过往的事，拢是阮教会的亲人，所以阮的教会伫告别式的事，只有一项，就是甲恁同款，咱的亲人回家了。
所以阮的教会无咧收即种的白包红包。兄弟姊妹，上帝会听是安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受拣选的人，咱毋是要用嘴讲道理，咱受拣选的人，咱是要用咱的生活，互人经验到，即个伊以前从来毋捌经验会听的上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会记得，今仔日毋是听讲道尔，今仔日是决志讲，主啊，我既然先互你听到，但是愿我会通代替你去听人，这就是受拣选的一个目的，是尊贵的。兄弟姊妹，毋通看讲可有可无，我的人生是可有可无。你若自我暗示，这就是魔鬼甲你讲，甲你攻击。魔鬼常常甲你讲，你无路用啦，你无效啦，你可有可无。兄弟姊妹，上帝的囝无一个可有可无。你讲无事啊，我都明明足含慢。兄弟姊妹，五底变两尾鱼，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记得，我是上帝圣洁国度的百姓。最重要，上帝爱咱去保养，保养什么？拯救咱对黑暗入光明，拯救咱伫这个邪恶黑气的中间来得到良善，来保养这个拣选咱的天父上帝，以逐种的良善。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读有这个圣经，所以这就是彼得的觉醒。所以彼得已经看清这个世间，讲金银我拢无，但是我有拿撒勒人耶稣。恁会记迄个故事嘛？伊拄着患难破碎、残障的人，伊讲奉拿撒勒人的耶稣的名，互你爬起来行。咱有什么？咱有主耶稣。咱无什么？咱无咧追求这个世间最遮的甜盘辣的。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代笔将这个知识传予伊的囡仔。所听的弟姊妹，将上帝听所带来奇妙的祝福，教予你的囡仔。教你的囡仔，毋是用嘴，毋是用讲的。教你的囡仔是恭恭敬敬，将你的囡仔带来互主听。所以代笔将伊的囡仔所罗门带到主的面前，教伊敬虔的功课，教伊认捌耶和华的尊贵。但是更加要紧。我想这个囡仔伫伊大汉了后，伊所讲的，就是我的爸爸教我知影一项代志，就是上帝听我。你讲牧师，这句话记载伫什么所在？雅歌这篇就是伫诗篇了后，箴言了传道书过来就是雅歌。雅歌最重要就是咧讲起上帝听世间人的根据。牧师今仔只有引一节。雅歌书第7章第6节，伊讲：咱是上帝目睭中看做宝贝，伊所欢喜的。这你倒去读，你甲上帝讲阿们。这是圣经中间明明的记载，讲上帝看咱做宝贝。伫新约中间，约翰讲神爱世人，同款这个意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会通亲像老爸教囝，代笔教所罗门。愿上帝祝福咱今仔的礼拜，祝福伫你身边，甲你做伙做礼拜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将伊的祝福放伫你的中间。雅歌书第7章第6节，伊讲我所听的呀，你何其美好！咱的天父上帝甲咱讲，你毋通看轻家己，因为我看我的创造最水，我看我的创造，逐项的创造拢是好。所以上帝讲，我所听的，你何其的美好！你何等的水，你不止千金，你不止万金，你是一个无限的价值。我若大概看到你，我就欢喜啊！就亲像拄出世的红婴，老爸老母抱伫伊的面前，伊目睭所看，全世间无一个比伊家己的囡仔佫较水。愿主将这种的观念放伫咱的内底。所以，今仔日的圣经，牧师要甲恁分享2项真要紧的态度观念甲祈祷。第一个观念，甲主讨生命的觉醒。无论是今仔日所听到解说代笔，
伊伫日过七神的下面，会甲醒讲：我是什么人？你竟然，上帝啊！我是什么人？你竟然听我到这样，将阳光尊贵收束我，佮收束我管理国家。我细汉的时候是一个各样的人，今仔日我伫王宫的中间想起你的作为，我由不得对我心中惊吓敬畏。我是什么人？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伫伊的哥罗西书第1章26节，伊安尼讲，伊讲这个历代所蕴藏的奥妙，你讲有影吗？这个奥妙讲无了吗？兄弟姊妹，伫历代有真侪人伫天地中间忽然顿悟，忽然觉醒。除了大卫以外，还有一个叫做牛顿，恁敢知影？牛顿伫日过天神的中间，伊发现伊坐伫苹果树骹，伊忽然发现苹果对顶悬落落来，毋是一项简单的代志。咱多数的人也未发现这有啥物奇怪。当然啦，水果若成熟，就对树头落落来，迄就足自然的代志。但是有几个人会当亲像大卫，毋是亲像这个牛顿，会当忽然顿悟，这样足无简单的代志。更较无简单的代志，伊竟然有法度将这项代志甲伊真真正正参透写出来。牛顿的3大力学定律，迄个叫做地心引力，大 G 乘小 m 大 M 除以 r 平方。你讲，恁去找物理老师甲恁讲啊。我咧想讲，世间人较有人亲像牛顿，有法度伫无的中间看到迄个方程式。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奥妙。上帝互人看到迄个看袂到的生命的方程式。牛顿发现一项叫做生命的这个万有引力的力学。但是所听兄弟姊妹，人类伫十字架的顶端看到一项方程式，迄个方程式叫做爱的方程式。无一项方程式比爱的方程式更加重要。愿咱伫主的面前，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怜悯帮助我。伫20世纪的尾期，有几个伟大的思想家、甲属灵的导师，其中一个甲古伦神父足同款类似的，叫做卢云。卢云是一个荷兰的神父，伊后来到美国教册、教神学，后来到伊年老的最后一里路，伊倒去伫法国开创伫一个法国的修道院，叫做方舟修道院。伫迄个所在来终其一生，用伊的听来陪伴，来找人生方向的少年人。有真侪真伟大的领袖的老师，因无选择真侪有影响力的教会、宗教的政治领导者，因选择伫一个修道院中间静静咧听候，来找生命道理的人，因来陪伴伊。太祖嘛是安尼，鲁云的方舟嘛是安尼。古伦神父伫德国的修道院嘛是安尼，咱教会嘛是安尼。咱的教会开门是为着要听候陪伴有需要的人行入来。鲁云是一个专门为着青年人来做无用的工作的人，亲像太祖的罗杰弟兄。鲁云有直接写一张足长的批，后来这张批有人甲伊翻译、收集、编写，成做一本册，叫做《活出有爱的生命》。因为鲁云看到一群少年人伫纽约迄个华尔街真侪盈盈积积，无论是做生意、做股票，伫迄个所在要找人生中间最大的舞台。因为全世界上大的首善之都就是纽约。全世界上好的音乐，全世界上好的美术，全世界上好的所有一切，拢伫纽约有伊的办公室，包括联合国。但是伫迄个街头巷尾有真侪咧找人生方向优秀的少年人，如因为着这群人写一张批足长，恁若愿意，恁会当买这本册来读。牧师甲恁解说。这张批最简单，就是邀请少年人认真的寻找上帝的爱。伊讲被爱的感觉会让你知道，你无需要甲这个世间、甲你的爸爸妈妈证明你有偌认真，你有偌努力，你有偌优秀。
悲哀的感觉会让我们的生命决然不同。后来，这张批写予伊的这个少年人，伊放弃成做一个真伟大的作者。伊后来到伫他乡真爽乡的国家，伫咧来做亲像社工人员，来陪伴身心障碍的人。所以，爱弟姊妹，愿主今仔日嘛对你讲话。我的囝儿，我的查某囝，我爱你。啊，这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伫这张批的中间，这个女人为着这个少年人祈祷，伊讲将你的性命摕来到主的面前，你回想，伫你每一摆守圣餐的时阵，耶稣安怎做？伊讲，我所听的青年，我所听的朋友，你将你的性命带到主的面前。你求主甲你祝福、祝圣，在亲像牧师将饼摕伫手中，伊讲：主啊，这是你的身躯，为着阮拍破的。咱举目望天，咱伫迄个所在求讨祝福，然后求主甲咱拍破。主要破除咱的人生，就是要互咱背家；主破除咱的人生，是要互咱背家，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要咱的生命改变。破除咱的自我，互咱正对上帝祝福新的活命。然后主要将咱的生命、温数、能力，互你伫世间中间来彰显上帝伊的作为。就亲像天顶的日月星辰，当主耶稣被迫了，伊甲放伫遐，伊甲放伫遐，伊甲放伫遐。所以兄弟姊妹，咱有可能也毋知，上帝伫咱的计划中间，伊要甲咱放伫什么所在？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圣神恳求，亲爱的圣神，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见上帝伫我的身边。亲爱的圣神，求你互我对上帝的创造来看见我家己。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伊的计划、伊的要求、伊的交代，我要做上帝的管家。我要做上帝伊手中贵气的器具，代表了角星今仔日伫咱的中间。兄弟姊妹，你我咱的生命无凊彩，咱来到这个世间没有偶然，咱的生命不是可有可无。敌人教会每一条椅仔顶悬拢有特别为着恁所留的，毋是可有可无。所以兄弟姊妹，虽然伫网络中间恁讲我牧师也毋知我今仔日有伫网络顶悬。做礼拜无？是，牧师有可能毋知，但是上帝知。所以兄弟姊妹，上帝为咱预备的是甚么？保罗讲，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准备的，是目睭袂捌看，耳孔袂捌听，连想象嘛想象袂到的祝福。代表忽然醒悟，伊毋是忽然发现讲伊真牛，伊发现讲上帝要用伊做伟大器具，哪点毋是？伊幸福伫这个创造天地，上帝伊忽然了解一项，上帝将万物放伫伊的骹下，这是责任。就是因为主耶稣讲，恁着背我的担，背我的担，因为我的担是轻，我的担是快。耶稣将一个使命交伊的门徒，上帝所拣选的每一个人，拢要成做上帝的管家。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主的面前。今仔日第一个祈祷就是求上帝的圣神，就是伫历代万世，上帝早就已经定着奇妙的智慧、作为甲计划。上帝拣大卫，上帝拣牛顿，上帝拣法拉利，毋是法拉利啦，法拉第。上帝嘛拣选你的囡仔，上帝拣选咱德行教会。上帝要伫这个所在来彰显伊的奥妙，咱甲上帝讲阿们，这就是觉醒。上帝要通过圣神赏赐你这种的智慧，你愿意吗？伸出双手来领受。今仔日第一个祈祷，上帝要将一个生命的觉醒，非常重要，是你家己的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谦卑跪落来甲上帝领受。你讲上帝，我虽然未看见，真就代表讲，
我是什么人？上帝伫今仔日要通过圣神对你讲话。第二，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的祈祷，牧师要甲恁提醒，唔通看轻你是基督徒，因为圣经讲咱是天国之子，咱是上帝国的囝子，咱有尊贵的形象，是王咧。白话耶圣经讲是王，是祭司。和本的圣经讲君尊的祭司，咱是贵族，唔是咱家己讲尊崇，是上帝将迄个尊贵的伊的瓦块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设立咱真侪伊的管家，上帝爱咱用生命传福音，互咱的生命真侪听的记号，亲像如云，伊看到迄个找人生方向的少年人。伊就产生一个对伊的一个极大的感心。伊讲：哦，这个少年人实在有追求的心。伊就写一篇真长的批予伊。所以，兄弟姊妹，咱莫嫉妒，因为上帝早嘛写一张批予咱。你手中迄本圣经，比如云写迄张批搁较长啊！上帝早就已经将伊的话写伫伊的批。包括雅各，我所听的家字，我逐摆看到你，我就超欢喜。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知影，咱是上帝国的家字，是君尊的祭司。所以伫今仔日礼拜了后，咱爱伫主的面前恭敬安尼祈祷讲：主，我要做顶真的基督徒，我要尊重我这个信仰。伫人看会到，人看袂到，我要尊重这个信仰。因为我尊重这个信仰，就是尊重上帝。所以，兄弟姊妹，唔通凊彩。基督徒唔是你讲你要做基督徒才做基督徒，是你还未决定要洗礼之前，上帝用伊的圣神，将一个尊贵的话名放伫你的口前，感动你。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教会的事工，伫上帝的事工，人人有份。有真侪人问讲，我会当为教会做甚物？你若有心，你就知影你要做甚物。毋免牧师甲你拜托，毋免教会甲你要求。你若有心，你就知影你会当做甚物。所以兄弟姊妹，你同意吗？今仔有真侪人拢咧问讲，国家能够为我做什么？但是有几个人安尼咧问讲，我能为国家做什么？这是甘乃迪伫伊就任做美国总统的时，伊讲出这句话，美国人拢常常提起来讲：不要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要问我能够为国家做什么。兄弟姊妹，教会为着恁做了什么？咱为着上帝做了什么？无同款的态度，无同款的官兵，无同款的态度。无同款的人生，一念之差。愿天父上帝帮助咱遮做一个，伫上帝国内底有一个真神圣的使命感的基督徒。我无爱凊彩来到这个人生到年老，感觉我一生拢无做甚物。我要听候，我要明白，我要有上帝伫我生命顶面提出伊的要求，这就是管家有求于管家的。恁去查圣经内底。有一句话讲：有求于管家的是什么？咱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明白上帝伫咱人生中间伊的计划甲伊的心意。所以圣经真清楚写讲：有求于管家的，就是2个字：忠心。伫小事顶悬尽忠，就是耶稣讲：《申命记》内底敢无讲尽心、尽性、尽力、尽意？上帝对伊的囝儿所有的要求就是尽心。愿咱伫主的面前，最后咱回应耶稣基督，咱甲耶稣讲：主啊，我愿意；主啊，我愿意。我一生要为着你着跳，这是何等的伟大的这种的胸襟，这种的热情。我真爱保罗伊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3节，伊安尼告别伊的信仰。伊讲：我一生的热情是因为耶稣基督会听催逼我；我一生的热情是因为耶稣基督会听催逼我。
所听兄弟姊妹，上帝祝福你，圣神祝福你，互你的生命是一个活跳跳、为主热情的人生。会记得将这种祝福传给你的囡仔。礼拜了后，晚节结束，把你的囡仔抱来揽咧，恁全家做伙祈祷。伊讲：上帝大大祝福你，你是爸爸的心肝宝贝。上帝大大祝福你，将一份热情的生命，永远无法度互人浇熄。永远迄个热情，永远无法度互这个世间的最困难，甲你压淡，甲你阻挡。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最后，保罗安尼讲：叫所有基督徒活的基督徒，无搁再为家己来生活，是为着为因来死的耶稣基督来活。所听兄弟姊妹好唔好？所听兄弟姊妹好唔好？对今日开始，咱的教会是为主来活的教会。耶稣听你，所听兄弟姊妹，最大的福分就是由主的听满足。咱就亲像保罗有热情着跳，咱伫耶稣的面前讲：主啊，我愿意，你听我，我嘛要听你。你为我死，我要为你来活。咱同心来祈祷。我们爱主宰，愿敬拜你。创造天地耶和华，我的上帝，就是创造我活命耶和华上帝。我要感谢你，伫今仔日的礼拜，你搁一摆对阮讲话，你用代笔的话对阮讲话，你用彼得的话对阮讲话，你用保罗的话对阮讲话。耶和华，阮的上帝，你的囝儿静静听，你的囝儿静静听，来用咱这礼拜的祈祷，咱安静，咱同心，用这礼拜的祈祷，咱对咱的天父上帝讲：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看我最宝贝。这条时光，咱同心互相祈祷，互相祝福。咱的教会是互主的听所建立的教会，伫我咱是三听的一个家庭。咱唱出这条时光。咱唱出这条时光。
伫咱互相同心唱这条诗歌的时，亲像咱伫礼拜中，咱常常有机会互相握手、互相拥抱、互相微笑、互相拍拍肩膀。愿主耶稣基督的听，伫这个时进入你的家庭，想说你愿望，用伊的听，换伫你的心头，伊要拯救咱，伊要赏赐咱快乐，伊要互咱得胜，伊要互咱脱离引诱，伊要互咱进入光明。咱甲上帝讲阿门。主，我知你听我，我的生命无凊彩，你听我，我要学习听我家己。主，阮怀念、少年，久久无见面的阮的姊妹、阮的兄弟。阮少年，上帝你带伊倒去天顶，阮的长辈，彩云阿嬷，阮少年住伫台中，阮的长辈，全是着少壮夫妇、蔡敬兄夫妇，阮少年詹天比老师，阮少年真多，阮年长的姊妹兄弟。享受平安的上帝，求你将这个平安放伫因的心上。主，阮为着台湾来恳求你，互台湾充满上帝你的安慰、祝福。带领，所听的姊妹，耶稣听你，愿恁平安。这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拜三8点祈祷会伫线上。拜六7点半查经班伫线上，圣港服侍后礼拜私会请陈美秀执事、苏琴请刘一鸣兄弟。圣感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落去灵修。集体交通，第一，咱所怀念的占五彩云阿嬷、明主恩调、安息主怀，感谢上帝透放伊肉体的病痛。接纳伊转去天家，互咱同心为着家属祈祷，相约在主里。第二，愿上帝的慈爱甲权柄保守大家平安健康，大家搁耐心祈祷，要解封啊。第三，疫情的期间，愿上帝保守大家活靠圣神的保守，毋通过度的惊吓。做迄自我的保护，外出的时阵会记你挂喙暗，入门的时阵会记你洗手、喷酒精，尽量避免外出，互疫情早日会使控制。第四，牧师提供线上查经，
愿意参加的人，请下载微软的 Teams， 加入咱德堂教会查经的群组。有问题会使联络牧师，也是义诊。以下是网站的网址，咱登录，再个你的 email 拍入去，就会使登录。第五，咱为着生日的人祈祷：洪一晨、江达、陈惠梅、林庭瑞、萧以恩、陈心怡、蔡仁胜、林志明，请为着以上的人来祈祷。代祷事项。为着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代祷。第二，为着心身欠安的单数、张婷、詹庆进、庄严、詹达、詹天碧、洪玉基、庄元举、刘克龙、洪在京、洪占素莲、王俊勋、潘素贞、詹秀丽，请为着以上心身欠安的人来代祷。第三，为着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来代祷，升高中的有乔恩、千亿、韦忠甲韦泽，升大学的有易荣、易乐，请为着以上的青少年来代祷。第四，为着适婚青年的婚姻来代祷。第五，为着姊妹教会来代祷，福林教会、集集教会以及德克达教会，请为着以上的事项来代祷。咱即是来吟上映的圣诗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荣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赏赐你平安。吟诗煞，咱请张牧师祝祷。愿主赐福保护。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历代必会，耶稣听你。